请阮来到龙华国小，是哩。可怜啊，听讲伫今年8月即个学校落去哦，创造去啊。但是遮个囡仔拢会拍婆啊，为虾米？因为遮个囡仔以后就毋免因为无写功课去互老师拍巴掌咯。是安怎？有4个方向，但是它长出来8个角。哦，来，你自身来2，四象八四极角。向8只角，四向8只角。四象8个角啊。对呀，这是什么字？猜猜看。四象八，一生。自身来2，四个方向。角是什么？我知道了。来，我用猜的哦。你去写。是写啦，你猜有你要写，你要知道人家那个啊是对还是不对啊？来去写。来你写。你就要被打。你写那么小。哎呀，对啊，不我看。给他们写。徐正伦你也写一个。哦，你想嘛，4个方向有4个角啊，哎，有8个角啊。好了，为什么是那个字？这个字啊。他写模哪里角啊？我看各角有几个角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没有啦，哪有那么多？来，跟日常生活有关系。是刷牙的，用那写的。跟生活上有关系。老师你知道这样不能讲太多。上的有对对对，一定要，没有那个会活不下去。我知道，老师。电脑好啊，啊。活不下去。我知道了。那就写重一点啊。东。那几个角你看。1个、2个、3个。啊，不是那里。知道吗？来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不对哎。知道吗？你去写啊。我知道了。你去写。太紧张了。几个角？来，你先数那几个角。这算角啊。那算角啊。1、2、3、4。超过了。你一个字就4个角了呢。对啊。啊，8个角，那个嘞，4个方向8个角呢。哦。我唔知。没有那么难呐。对，不知道。你去写嘛。还没想到哎。哇，刷。刷一个东西可以。哎，给我。不是，好乖。这个啊。你解释一下嘛。哦，就挖水没？来，4个方向在哪里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啊，8个角在哪里？8个角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才4个角而已啊。8只讲呢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答案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答案。没关系。榴莲打头，西瓜打头，哪个比较多？当然是头啊。你又知道。那身体稍微带着，左右两侧这样转，哎，来，各位先做做看，对，看看刚刚主任做的动作，你模仿看看，我再跟大家讲，对，好。啊，记得哦，不是这个动作，这个就。停止，弓箭步。很好，来说，好，接下来做敲剑的动作，来，来，多往为准，跟他对齐齐合，好，先拿好，拿过来的时候就这样拿好哦，你不要这样后面摆。好，来，今天先上到这边。好，待会下课的时候，请各位把那个剑啊放在那个门口那个盒子上面。好，下课。
李正，好，这题。是。谢谢主任。谢谢大家。原本是说老师。好，先放着。拜拜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姐姐，你们快带我好红色红色，大家最爱的红色，哥哥要拿过了，你给我发5万块，5万块，看你们家原本在哪里？在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的地方。在家里旁边形成一个堰塞湖，那之后溃堤之后就整个就被掏空了，地基底下都没有土，只剩下水泥拉住而已，你们那时候应该已经逃走了吧？早就逃走了。那爸爸比如说会跟你讨论说，永久屋或者是迁住的房子的事情，就是大人会跟你们讲吗？现在没有了。以前还会讲。对啊。再过你还是承认了。承认了。只能面对事实，勇敢去面对了。不然你要怎么办？哭也他也不会回来了。是啊。你只能用回想了，慢慢去回想而已。就龙华冲掉的时候，很多老师哭。你们没有哭哦？他们对自己比较有感情啊，像哭是在心里，有些人哭不出来，是因为心里怕哭出来是。被冲掉，其实改变就真的动不那个回不回来。好，有些人你很少看到男人哭吧？你有没有听过男儿泪不轻易掉下？对啊。因为我们学校之前，我们学校很少，我们班会很少说同时一起出去说打饭啊、打汤啊，很少啊。现在会啊。以前都只是以前都嘛自己去吃完就自己去做什么了。对啊。现在都会了。我们看到我们学校只能的用笑容。现在只能珍惜了。对啊，好好珍惜美好这6年。3、1，脚放在一起。2、3、1，就在这边。好，画大步哦。3，很好。来，李正，我们再往前打1第2路。他的脚要跨出去，他手要挡在上面。对。中间不是假的吗3、2，这样来吧，砰，就打到这里。好，来，手伸好。好，来。是这样吗？也没有那么强。拿近一点好不好？掉下去了。本身就没有盖子吗？全交口令。就想说你有戴口罩吗？我们看到他给他2块好了，那个大哥哥哈，正在长大小的
再加一颗给他，嘿，对。对，好，好 ，OK， 过来。可以了吗？大在哪里？这样够吗？你这样子可以吗？然后很怕，不会很怕，不会。你还要看看。无汤啊！等一下啊。啊，你们要讲动作，干嘛？好了。什么东西？快点。快点的，慢慢的来。我跟老师，给我走。好笑，你刚回来。哦，对。啊，没关系的，老师请教了。他说什么？500级的，他的歌就是那个的，他歌用念的，有 rap 的，有好。啊？什么事？如果可以，你想要留在龙华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我的偶像。是谁？我跟你讲过啦，那个。杨老师哦。对。为什么把他当你的偶像呢？学问啊，气质都有。真的哦。真的。那你其实有没有想过将来要跟杨老师一样当老师或者是什么？想读军校。不错啊。哦。为什么会想读军校？不知道。是觉得当军人很帅，还是说经济考量，还是什么？经济。都有这样。嗯。如果没有重建的话，将来问到国小这种事情，你也不知道要怎样跟他讲啊。你跟他讲了在哪一个地方，他也说哪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也看不到这种建筑物啊。希望这个学校存在，还是最大的原因啊。其实应该大部分的家长还是都希望学校是存在的啊。不同意的比较少，少数几个而已。你说你们有几个书包？好像是6个、7个还是5个？那你真的在背的有几个？在背的只有1个。那剩下书包怎么办嘞？有2个送亲戚。那所以其实88水灾之后，你们其实获得了好多好多的礼物哦。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会拿到这么多礼物啊？救灾吧。那其实你们家的灾情严重吗？就是很严重啊。那你们家有，比如说有要迁住或什么迁村那样搬出去的事情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田地都在这边啊。其实像比如说很多人会送礼物给你们啊，那你就你自己说啦，你比较喜欢收到的礼物是什么？没有什么。都还好。其实他们送的礼物有很多是可能是你们本来就已经有的吧。那比如说也像常常就说像我们这种，就是媒体啊、新闻记者什么的，会一直进来拍你们上课啊，拍你们干嘛？会很尴尬吗？刚开始也就习惯了。没有习不习惯？对啊，反正也一定要拍啊。拜拜，好吧。
然后当三角。我今天没功课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没功课吗？因为老师不在。他下午不是出去，然后就没有去功课。明天就小哥去跟他哥哥啊。我哥哥很会把妹。他去把妹妹。不要拍啊！走了，然后我再下来的时候就这样下来，要不要？好痛哦！我们这种下来。走啊！载他。走啊走啊走啊！哔哔哔哔哔哔哔！不然走一走要载我，我再走一走。不要，他载人超恐怖的。哎，最好了。这样怎么闯？问你，别撞。咱这学区目前无大定案的状况，即个像安尼，基本无大定案嘛。啊，无大定案的状况下吼，阮就是暂时安尼先上课啦，继续下去。但是你上阮都袂使等啊！迄是3年的时间，而且那个时效限期吼，8月份都要看到那个南部，你看大规模是麻烦的，马上要进驻，马上要那个压力的话，不是说我在那个。那个条例通过就没有了，真的就没有了。你水土保持检讨、地质检讨、坡度检讨，对不对？那个水文检讨没有一样过的，绝对没有一样过的。这个 EIA 啊什么的。哦，啊，你伫这边至少它缓冲的迄个幅度真快，迄边处理这边距离还那么远，甲这边距离那么远，你可以用足久的啊。啊，佮伊的土质较杂，伊的土的比例悬，啊，你若干水的你就去啊。这边是这样。所以，因为学校是地方上，学校不是我。对啦，你要沟通啊。报告是地方上的啦，所以讲，系啊，这物件平。好不好？那就这样啦。那我们得尽快能够处理。我现在不来的工。好了，那谢谢了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感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啊！这样给大家这样辛苦。
来拍。好啊，哪位？我问他啦。好。你要自己问自己讲。问我好了。龙华，你喜不喜欢龙华可以重建？当然希望啊。啊，是住在哪一个地方？至少离我家比较近一点的，不要在对岸就好。哦，是哦。那是建在我们社区，还是你觉得还是对面？社区啊，就说不要建在对岸的。你看这个山坡，他们就说很危险啊，不能。就路太危险。走山的走山，什么？就怕会困住啊。水灾的水灾来。刺猬头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要干嘛？我们自己叫我们自己搬东西啊。他现在还不车痛啊！对吗？才会那个卡住。真的没变。你看我太准，今晚逃不出去。这种发型我喜欢。因为我上次有笔记本，所以我要回去画龙。本也有啊，中国各本也有啊。啊，是我看。照镜子。是。开始。好，到这里，再一次，反走，然后就亮相，来，再一次，不然你们后面的人看不到，不是、啊，前面的看不到后面，所以不知道那个动作到底要从哪边同时做。好，来。脚跟靠拢，立正站好，枪标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。好，到这边，到这边。进完礼之后就点枪啦，哦，枪就点在前面，不用整了。来，再一次。撩完之后，出来那个架势拉开，然后就开始做。你们后面的动作跟前面的要一致啊，因为你们3个看得到他，看不到那2个。你们2个要互相，你们2个的动作是带他们的动作，知道吗？
场次哦。来，待会第一个进场的是周永竹。永竹，猛虎下山。昨天已经排好了。对，这个出场的顺序大概是照这样哦，他是盯场地的。然后接下来是真挺跟佩婷的梅花剑。那你这样打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站在最边边这一块吧，站在最边边这一块，是不是啊？要挡他们路。你要叫我，好棒哦！我就要叫我，你要叫我干嘛？你要过来了，你要过来了。哎，林热，你要听我讲话吗？金腾，太累了哦。后来的枪都拿不好了。好了，你们休息一下了，好。啊，枪都拿不住了呀。辛苦会有代价。金腾来，金腾来。今天最累的，今天自己在那边练几次？20几次，我没听错。啊。他自己有信心了，很好。他今天练得很辛苦，到后来都失神了。对啊，加油加油啊！精神上，大家要互相提振一下士气啊。怎么提振士气？我们喊个加油好不好？啊！好了，在这边誓师加油一下，来。快点啦！龙华加油，龙华加油，龙华加油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加油一下，来给自己打气一下，来，龙华加油，龙华加油，龙华加油！
你排到后面去。不要啊！成绩很好哦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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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第一名啊！第一名啊！恭喜你们啊！比赛终于有结果，有代价，有代价。
那爸爸妈妈今天晚上要来讨论的，就是要怎么样找一块适合我们学校盖学校的地方，这样的会很重要。如果爸爸妈妈都不来，那我不晓得我们的学校要在哪里。这种事情不可以说老师决定就好，校长啦、主任啊、老师都没有办法决定。这个事情要由谁来决定，知道吗？谁？家长。对啊，就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所以今天老师们都会来。老师如果有空，他们都会来关心。那爸爸妈妈一定要请他们来，知道吗？跟爸爸妈妈提醒一下，说今天很重要哦，请爸爸妈妈一定要来关心。老师再见。我还没啦。好，一起了。你講呢呀？同我喺度辦抗溫啊！你係同我嘅。還沒走。可以啊。我在看。谢副科长，李小姐，常长、会长，陈代表，倒咱各位社区的中心时段，大家晚安。今日咱学校开这个会，就是针对咱未来校地的一个评选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讲无反对去过对面的阿青举手，无反对，无反对啊，无反对去过对面的，就是无管来甲咱龙华先保掉的啦。咱嘛无，咱可能会变做规划是拢总无啦。咱这拢总无中吼，可能会搁卡着咱龙华咱要安怎留掉这老师，以后咱嘛无管，咱今仔日无管伊。清点人数。来，大家都举手啦！好，来，来，先点人头。应该是全数通过了，就这两个呢啊，全数通过了，全数通过了。OK 啦，吼，安尼感谢大家啦，吼。来先啦，对不对？系啦，等你叫头人去问，才会有事。下课。听说有台风要来。是啊。雨越下越大我们赶快收拾一下回去吧。8月8日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，全村的人都忧心忡忡。就这样，当堰塞湖溃堤后，学校地基一处一处被掏空，栋一栋被冲垮。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大地又回到以往的平静，但一切都变了，我的学校也变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要怎么整理呀？我们未来要怎么办呢？要何去何从？老师，我们的学校没了。老师，我们要在哪里上课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用担心，我们只要整理一下，不就可以再使用了吗？
是啊，老师，不是只要重新整理就可以继续上课了吗？对，好，我们一起来整理吧。这个带鬼的一起加进。就这样，事情开始变得简单容易。谁说狗嘴一定吐不出象牙？只要真诚，在一中、三中小精灵。本来一开始是觉得龙华冲毁了，会有一点那个。学校没要。对，是有点会有点那个难过。对啊，然后到最后还是要认的啊。对啊，还是要认啊。面对事实还是应该的。然后我们要那个，你看啊，搬到那个活动中心嘛，那么小的地方，那现在又叫我们搬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受这些苦，然后又说我们要重建，这样根本就很那个哈。还不是让人家整我们。你这样，有被整的感觉。对啊。你从一个地方开始，你绕一大圈，还又走回原点，还不是让浪费？对。去机场而已啊。就像你跑步，你一直跑，你跑一跑，你到最后你放弃又跑回自己的终点，还不是跑回原点？你从起点跑到中间时，你又自己放弃说我不想要，又跑回起点，还不是让浪费了？这个学校从可是老师有些多才多姿的老师都要走，也就是校长跟他们讲说我们要重建，然后老师会担心以后会没有工作。那个有那个结婚的老师，怕到时候被那个调到很远的地方。对啊，所以就要那个怕到时候又要通车，全校的老师几乎都会调走了。对啊。全校的老师就是刚刚好像一开始就是只知道那个卢老师不会调走。一开始只知道卢老师会调走。如果到最后的话，全部老师都调走的话，这间学校真的就是这样毁了。对啊，所以不能这样子啊！你要感受到我们小朋友的感受。花钱花在教育上的，永远没有说浪费的而已，是教育未来的下一代而已，没有浪费这种东西。大雨冲刷，这里是台21线105K， 中段约0.5公里左右。现在所看到的是龙华国小。在98年8月10号凌晨左右，被大水冲刷情形，水势仍强大，原距离河边约30几公尺，现在已到河道。这是龙华国小倾斜的情形，完全泡在水中。整个河道现在跟以前比，再加宽约100公尺。整个龙华等于泡在水中了。这个学校怎么样？所幸人员没有受伤。
毕业证书，毕业生林俊腾、赵吉胜、周永福、郑凯元、于正文。国民教育法之规定，给予国民小学毕业证书。南投县新乡龙华国民小学校长陈文元，中华民国99年6月15日。好，我们恭喜毕业生。到这里就好了啊。好，这是出校门啊，跟学校的握手啊。来，手进来了，要吃饭了啊，回家。好来，要进来了，现在还没有回去哦。很感动。进来的，还有，看那些。